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1月23號星期四啦。咁就今日先講下少少股市啦。咁今日國新辦咧舉行咗一個即係財金官員嘅記者會啦，內地嗰邊既包括有中證監啦、人行啦，同埋保監局啦。咁其實主題咧都係希望集中講呢，就係一啲長期推動長期嘅資金咧可以入市托 A 股，講緊規模咧有1000億㗎。咁其中咧包括係未來3年咧要確保公募基金持有嘅 A 股流通市值咧每年要至少增長1成。咁而商業嘅保險資金咧亦都力爭咧大型嘅國有保險公司咧喺今年起咧新增保費嘅30%咧用於投資 A 股。咁呢啲都係比較明確嘅指示咧，係希望可以托高翻成個內地 A 股市場啦。咁但係似乎呢個托市嘅力度咧，市場就唔係好收貨。我哋見到恒指咧喺星期四當日咧曾經高開升過200幾點咧，但係收市都係要倒跌70幾點。咁而且已經係連續2日下跌㗎啦。星期三嘅跌幅咧係更加顯著。咁顯然啦，大家其實市場係仍然好擔心呢，就係特朗普對中國嗰個關稅政策嘅取態呢，似乎又出現咗一啲微妙嘅變化。咁呢個正如我星期二當日節目講過㗎啦，其實大家喺跟隨呢個即係中美之間嗰個博弈嗰個變化嘅時候呢，真係唔好跟車太貼，因為特朗普嗰份人的確係即係變化得可以好快，幾乎可以即係朝晚咧嗰個變臉咧都已經可以係好唔同。咁所以如果跟車太貼咧，以為佢就任當日冇對中國即刻作出一啲嚴厲嘅懲罰性關稅或者放生 TikTok 咧，就以為對中國嗰個關稅政策係有放軟手腳咧，似乎而家睇翻轉頭咧，亦都唔係。咁特別係佢除咗話指示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要徵收2成半嘅關稅之後咧，亦都已經開始警告咗啦。可能喺2月開始咧，可能會對中國嘅進口商品咧係徵收額外多1成嘅關稅，主要係批評中國喺阻止芬太尼呢個毒品流入美國方面咧係處事不力。咁呢個其實好可能咧會係發展成一個好快速見到嘅一個對中國嘅額外徵收關稅嘅成效，而且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底盤啫，基本上佢仍然可以，因為佢已經指示咗貿易部門咧對中國嗰個而家進行嘅中美貿易咧作出一個全盤嘅檢討。咁會唔會最終既要恢復翻佢4年前任期內對中國要求購買美國貨講緊幾千億美元嗰個進口量，呢度睇下中國係咪可以實行到啦，以至會唔會譬如中美之間個貿易逆差，如果佢仍然係唔滿意呢，仍然係好有機會向中國徵收額外嘅關稅。而家有啲分析員估計呢，雖然未必最終有6成咁多，咁但係可能呢係介乎2成到4成之間呢，仍然係有好大機會。咁所以市場喺呢方面呢係見到有不明朗嘅信號，亦都令到成個資金市場咧係懶理話中國再有一啲托市措施嘅成效。事實上大家睇翻中國由舊年9月4開始所謂救市組合拳啦，成日都經常聽到話會成立一啲平準基金啊、救市基金啊。咁但係到而家咧都係即係暫時都係一啲空中樓閣，基本上而家都係推動一啲保險資金入市啫，仍然未係中央嘅層面咧係出手用財政政策咧去推動經濟。呢個可能有某啲方面咧係可能反映就係中國而家咧對自己嗰個經濟政策嘅誤判。我啱啱喺自由亞洲咧都寫咗一篇文章咧，其實講緊舊年第4季中國 GDP 係出奇咁增長5.3%咧，係完全令市場覺得意外，亦都令市場其實質疑到底數據背後有幾多水分呢？根據美國嘅一個研究機構榮鼎嘅一個分析呢，其實舊年中國經濟增長呢，大約都只係有2.8% 嘅增幅嘅啫，並冇官方講到呢真係可以達到5% 嘅增長率。呢個喺一般民眾入邊呢，其實都大家都感受到，民眾亦都對所謂中國經濟增長舊年有5%呢，都係有抱好大嘅懷疑態度，因為大家設身處地感受到，無論係減薪裁員、生意唔好執笠咧，其實喺內地咧嗰個情況咧，比起香港咧係更加嚴峻。
咁所以喺嗰個中美關稅嗰個貿易議題上呢，大家的確係要小心，唔好跟車太貼，因為嗰個變化呢，真係可以即係隔夜之間呢，就有180度嗰個轉變，咁亦都令到恒指過去即係之前嘅6日升市呢，係可以突然間斷纜。咁呢度我想再提下呢，就係特朗普而家喺對中國嗰個立場上呢，仍然都係我覺得係都幾吊詭嘅。佢雖然冇話係好公開譴責話中國喺貿易上係造成一啲不公平，咁但係既佢係已經向中國話會徵收額外嘅10% 分題嚟，而且佢亦都喺一啲議題上呢，似乎係借題發揮呢，係影響緊中國嗰個印象啦，對外界嗰個印象啦，包括呢今次攞咗成哥李嘉誠嚟開刀，咁大家知道就係講緊巴拿馬運河嗰個議題。特朗普呢係指責巴拿馬政府呢未有遵守1999年呢歸還嗰個運河管理權所作嘅承諾，包括係簽訂呢個運河永久中立嘅條款。咁聲稱呢巴拿馬係將嗰個營運權呢交咗俾中國。咁當然巴拿馬政府就強烈否認啦。而睇翻成個事件個背景呢，其實係99年開始呢，就係巴拿馬政府呢係將呢個巴拿馬嘅港口營運權呢係俾咗長和屬下巴拿馬港口公司，所謂 PPC， 咁有一個25年嘅經營權。而到2022年呢，呢個經營權呢係再續多25年。咁正正呢，就係呢個續約嘅經營權呢，就而家有啲外界指呢係咪背後涉及一啲貪腐啊，或者係一啲醜聞啊咁。咁但係當然冇任何人有具體證據啦。咁但係而家特朗普嘅講法顯然就係將長和呢個國際集團呢個身份呢，係將佢聯繫成作為一個中方經營嘅一個部分。咁呢度其實係有啲吊詭嘅，因為你知其實特朗普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從商嘅生意人，而且佢嘅集團嘅業務亦都好多元化。佢點會唔識李嘉誠呢個人呢？我好相信即係佢會熟悉李嘉誠嘅所謂長實和黃嘅一個集團嗰個經營策略。咁而且長和喺巴拿馬運河嗰個經營權呢，已經係講緊20-30年啦。咁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如果你將李嘉誠即係將佢標籤為一個中國政府嘅代理人呢，我相信呢個真係一個好荒謬嘅指控。你講任何香港其他嘅財團，包括新地、新世界、恒地，我都可以即係覺得你仲講得通。但係你將李嘉誠、長和而家李澤鉅變成一個即係中國政府嘅代理人呢，即係我見有啲評論講呢，成哥真係躺着也中槍。長和呢幾年喺中國嘅投資大幅減少，甚至乎長實本身喺2022年後完全冇喺香港係競投過一塊土地。而家基本上佢喺香港嘅地產發展呢，都係之前投入嘅一啲投到嘅一啲地皮。長和喺中港嘅投資呢，只係不斷收縮，反而係呢幾年係不斷拓展緊全世界嘅經營業務，包括頭先講巴拿馬、墨西哥運河呢啲國際嘅經營權，以至係譬如喺電信業喺歐洲部署5G。同埋係佢嘅零售集團已經係進佔到全世界，基本上佢個業務呢已經係非常之國際化。舊年大家記得啦，長江基建呢亦都喺英國尋求咗第2上市。咁你而家特朗普指控話長和係中國政府嘅代理人，我就真係有啲戥阿成哥唔抵啦。即係做咗咁多嘢，最後竟然又翻轉頭話係即係中國政府嘅agents， 即係我相信成哥見到都即係啼笑皆非。咁但係好明顯，而家特朗普係即係借題發揮啦，即係將一啲事件係喺佢口中講述成一啲政治性嘅議題。咁可能呢個會喺國內一啲可能唔了解嘅民眾呢，就會變成咗一個好深嘅印象。哇！總統都係咁講喎，似乎巴拿馬的確係出咗問題。咁呢啲呢，我相信係佢啲政治伎倆嘅手段啦。咁最終係咪會因為長和嘅經營權而令到成個巴拿馬運河要拱手相讓翻俾政府呢？咁呢度睇下美國同巴拿馬之間嗰個談判會最後點處理。咁但係我想講翻就係
長和嘅港口業務呢，的確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啦，而家睇翻2024年嘅中期業績呢，嗰個增長的確係好顯著，收入係增長咗9%，而盈利咧更加係增長咗2%，而長和喺佢業績中期業績亦都講明啦，包括墨西哥同巴拿馬嘅運河業務啦，其實亦都係主要嘅增長動力，反而係香港同中國嘅港口碼頭呢係見到有萎縮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長和喺南美洲、中美洲嗰個部署呢，亦都係即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投資拓展嘅渠道。咁但係今次就俾特朗普擺咗上台啦。咁但係我相信對長和嘅影響都唔大嘅。雖然過去一段時間長和喺譬如歐洲以至係國際有啲業務都會被標籤成為即係會唔會係有中國因素，係中國政府介入，譬如係佢喺英國同Vodafone 嘅合併，三同 Vodafone 嘅合併，亦都曾經出現過一啲類似嘅指控，喺國會上亦都有議員質詢，咁但係最終呢，亦都係釐清咗其實長和本身呢並冇受到中國政府嘅控制，咁所以有關嘅合併呢都係獲得通過。喺咁嘅背景之下呢，我相信單呢個事件呢就唔會影響長和未來繼續部署佢國際化嗰個業務拓展嘅。我相信無論係李嘉誠、李澤鉅都深明啦，而家中港市場嗰個增長呢係明顯放慢，而且全世界其他地方啦，特別係歐美啦，仍然都係機會處處。我相信佢哋國際化嗰個步伐呢係唔會停止落嚟嘅。好啦，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片段啦。未訂閱嘅朋友希望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啦、share 啦。亦都有其他題目想同我傾嘅，不妨喺評論嗰度呢係留言啦。咁我會睇到呢，揾機會再同大家傾唔同嘅財經話題。今日講到呢度，拜拜。